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茶找智慧，我係 Cathy。今日我哋好開心可以邀請到 Dr. Charles 同我哋分享一個好貼身，但好多時俾人忽略咗嘅話題，就係居住環境如何影響我哋嘅關係。Dr. Charles， 其實好多時我哋返到屋企，明明係想休息，但唔知點解同屋企人或者 partner 硬係好容易有摩擦，係咪同我哋住緊個地方有關㗎？Cathy 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。其實喺心理學同埋環境社會學入面呢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topic。首先，多謝你邀請我上嚟分享。係啊，正如你話齋，我哋往往以為家只係一個實體嘅 space， 但其實佢係一個情緒嘅容器。根據 BBC 之前一篇關於建築心理學嘅報導，環境係會直接影響我哋嘅皮質醇水平，即係壓力荷爾蒙。想像下，如果你住嘅地方好窄，或者光線好暗，你嘅大腦會不自覺地進入一種戰鬥或逃跑嘅模式。喺香港呢種咁密集嘅環境，好多家庭其實係處於一種高密度壓力之下。當一個空間入邊，人與人之間嘅心理邊界被不斷侵犯，大家嘅神經都會繃得好緊。咁所以呢，好多時你同 partner 鬧交，未必係因為你哋唔愛對方或者件小事真係咁大件事，而係因為個環境令你哋嘅容忍度變到好低。係啊，即係所謂嘅困獸鬥。呢個物理空間嘅限制，真係會直接轉化為心理上嘅衝突。聽你咁講，我覺得好有共鳴。真係有時喺屋企想揾個角落靜下都難。即係好似我咁，身為一個 INFP， 我真係好需要個人空間去 recharge。如果屋企太多雜物或者個隔音唔好，我會覺得心入面好煩躁，但又唔想將呢種情緒發泄喺屋企人身上。Dr. Tim Jun Min Charles， 除咗空間大小，仲有啲乜嘢環境因素會影響我哋嘅心情同關係呢？你提到個人空間呢點呢，真係講中咗好多人嘅痛點。其實除咗面積、光線同埋顏色都好關鍵。明報之前呢，有一篇專題講過香港人嘅居住習慣，提到好多屋企為咗慳位，會用好多冷色調嘅燈光，或者為咗遮醜而將窗簾拉埋。但係學術上我哋發現，自然光 （natural light） 對調節情緒同生理時鐘非常重要。如果一個空間長期缺乏陽光，人好容易會有季節性情緒障礙 SAD 嘅傾向，情緒會變得低落同容易沮喪。另外呢，我想講下聲音環境。喺香港好多屋企都有噪音問題，可能係鄰居嘅腳步聲或者係出邊馬路聲。研究顯示，慢性噪音會令到人嘅同理心下降。係啊，呢個係好驚人嘅發現。當你長期受噪音干擾，你對身邊人嘅感受會變得冇咁 sensitive， 因為你嘅大腦已經用晒啲 energy 去處理緊啲噪音。所以當你覺得 partner 唔理你感受嘅時候，或者可以留意下係咪屋企環境太嘈雜，令到大家嘅心都靜唔落嚟呢？呢啲都係一啲好細微但係好影響深遠嘅因子。哇，原來噪音會令同理心下降，呢個真係第一次聽，真係好震驚。怪唔得有時我會覺得好難專注聽對方講嘢，原來係我嘅 sense 被環境佔據咗。Dr. Charles， 咁如果我哋住嘅地方係冇得變，例如係細單位或者好嘈，咁我哋心理上可以點樣調整，去減低環境對關係嘅負面影響呢？係啊，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。我哋冇得隨便搬屋嘛。其實可以從心理疆界 psychological boundaries 入手。環境心理學入面呢，有個 concept 叫個人化空間 personalization of space。即使地方細，如果你可以喺屋企入邊擁有1毫子咁大嘅地方，係完全屬於你，由你掌控嘅，例如係一個放滿你中意嘅擺設嘅層架，或者一張特定嘅椅子，呢種掌控感呢，會大大減輕壓力。另外，我會建議建立一啲空間儀式感，例如我哋可以約定，當其中一方戴上耳機嘅時候，就代表佢需要一個人嘅 quiet time， 另一方要尊重呢個虛擬牆壁。其實喺明報呢，有一篇關於後疫情時代生活模式嘅文章都提過，大家喺屋企工作同生活重疊，更加需要呢種心理上嘅區隔。仲有啊，其實適量嘅斷捨離都好有幫助，唔係話要好似雜誌咁乾淨，但係混亂 clutter 會不斷向大腦發出仲有嘢未做完嘅信號，令人好難真係 relax。當你同另一半一齊執屋，其實係一個一齊清理情緒垃圾嘅過程。咁樣做唔單止係空間變闊咗，連心靈嘅空間都會大咗，自然少咗摩擦啦。虛擬牆壁呢個概念好正，即係唔一定要真係有一間房，只要大家有共識，心入邊嗰道牆都可以保護到自己。其實呢，我覺得到最後都係一種尊重，係咪？尊重對方需要空間，尊重對方受環境影響嘅情緒。
係啊 Kathy， 你講得太好啦。歸根究底，環境係死嘅，人係生嘅。我哋了解環境點樣影響我哋，目的唔係要揾藉口去發脾氣，而係要知己知彼。當我哋知道呢，原來我今日發火係因為屋企太亂太嘈，我哋就會多咗一份自覺，唔會直接將矛頭指向 partner。呢份自覺就係智慧。其實學者對於家嘅定義唔係一堆磚頭，而係一個你可以做翻自己嘅地方 ，a place to be oneself。如果環境令你做唔到自己，甚至令你變到好刻薄，咁我哋就要主動去調適。例如可以嘗試帶對方去公園行下，即係借用外在環境嚟修補關係。大自然嘅開放感 openness 可以平衡室內嘅壓抑感。我成日都鼓勵大家，如果屋企氣氛太緊張，不如一齊落街行個圈，換個環境，對話嘅口吻都會溫柔好多。真係好具啟發性。換個環境，換個心情，連講出口嘅說話都會唔同咗。Dr. Charles 今日真係聽咗好多實用嘅資訊，亦都幫我哋由一個更宏觀嘅角度去睇關係中嘅矛盾。喺節目嘅尾聲，可唔可以請你留低2-3個問題，等聽眾可以反思下自己嘅居住環境同關係呢？當然可以。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，可以問下自己呢3個問題。第一，喺你而家住緊嘅地方，你有冇一個位置係覺得完全安全，完全可以令你放鬆嘅心靈角落？第二，你屋企嘅光線、噪音或者雜物係咪正喺度消耗緊你對屋企人嘅同理心，而你之前並未察覺？第三，如果你同對方嘅溝通陷入僵局，你會唔會嘗試離開而家呢一個物理空間，去一個空曠啲嘅地方，重新開始對話？希望呢幾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。其實查找智慧就係要喺細微嘅地方揾到改變嘅力量。多謝 Dr. Charles。大家如果覺得今日嘅內容有幫助，記得 share 俾你嘅另一半或者屋企人睇，一齊打造一個更溫暖、更健康嘅居住環境。我哋下集查找智慧，再見。